講貓講狗，一個專門討論喺香港生活嘅貓貓狗狗節目。香港一個由漁村轉變成國際都會城市，喺呢度住咗超過700萬人口。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嘅估算，全港有超過24萬個住戶有飼養貓或者狗，佔所有用戶嘅9.4%。受飼養大大小小嘅貓狗數目共合40萬隻。喺呢個步伐急速嘅城市，香港人係點樣做到 work-life-pet balance 嘅呢？貓狗係點樣開心無憂咁樣過每一日嘅生活嘅呢？講貓講狗同你開啟一個香港寵物熱血沸騰、驚濤駭浪、蕩氣迴腸嘅平凡故事。要講寵物，第一步梗係要先擁有寵物啦。開台嘅第一個節目《領養的二三事》將會逐步咁樣講解香港嘅領養流程，令到每一位都知道點樣由零變成有寵家庭。早晨，午安，晚上好！熱烈慶祝講貓講狗 YouTube Channel 正式開台，熱烈慶祝講貓講狗第一個節目《領養的二三事》正式首播。領養二三事咧係1年20集嘅單元嚟嘅，咁我哋喺呢度承諾啦，如果所有嘅YouTube Channel 有任何嘅營收啦，我哋會將不扣除成本嘅其中20% 咧，全數捐贈俾漁農自然護理署旗下嘅17間動物夥伴福利機構作為日常營運開支之用嘅。咁捐款嘅詳情咧，其實可以留意翻講貓講狗嘅 Facebook 專頁啦，同埋 IG 嘅專頁嘅。咁亦都喺度咧，向第一集就收睇我哋嘅觀眾咧，獻上最高等級嘅謝意嘅。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啦，等我哋首先介紹一下我哋自己啦，同埋可以話翻俾大家聽，究竟我哋養咗啲咩寵物先啦。紅豆咧係由2022年嘅時候咧9月，咁就經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旗下17間夥伴合作嘅福利機構嗰度咧，就領養翻嚟我屋企咧，成為我屋企嘅一份子嘅。咁咧其實喺未作為紅豆全職媽媽之前咧，其實我係從事個珠寶同埋手錶嘅銷售嘅。咁當時嘅年銷售額咧就都可以去到3000萬港幣嘅。咁喺從事珠寶銷售期間咧，其實我就習得咗一個好勁嘅技能嘅。咁咧就係你要記好多好多嘅資料啦，背誦好多嘅資料啦。咁而背誦完之後咧，我係可以好輕易咁樣同我啲客咧講翻佢嘅好處同埋佢嘅優勢嘅。咁我哋嘅節目咧其實係以領養咧作為一個切入點嘅。咁點解會做呢個切入點咧？就係因為好多嘅節目咧喺訪問領養機構嘅時候咧，都係以呢個機構日常點樣運作啊，或者呢個機構遇到啲咩困難啊，佢哋點樣克服咧，去做一個報導嘅。咁當然啦，有咗呢報導之後咧，大家就會知道啊，如果我想養寵物嘅時候咧，你都會先諗起咧作為一個領養咧，先作為呢個念頭。咁但係咧，好少咧會去提及究竟點樣咧去做申請領養嘅。咁經歷咗好多領養嘅過程底下啦，其實我哋都明白咗一個道理，就好似小朋友佢哋要入一啲心儀嘅學校去讀書之前咧，爹哋媽咪就一定會幫佢哋報一啲學前班啦，或者係面試啦，等佢哋可以有做好準備啦。又或者好似打工仔嘅你同我咁樣啦，如果我哋要去見一份筍工，我哋一定會首先做咗嗰間公司嘅資料搜集啦，同埋我哋一定會做咗好多嘅面試攻略。咁嚟到我哋領養呢一部分咧，其實都係一樣㗎。咁究竟領養之前我哋要做啲乜嘢資料搜集啦？我哋要準備啲乜嘢啦？面試嘅時候究竟又係點樣嘅咧？領養二三事呢一個節目咧，就係話俾大家聽，究竟我哋需要做啲乜嘢，同埋要做啲咩準備。咁喺思想上面啦、心理上面啦，甚至咧家庭佈置上面咧，其實我哋都要做啲 fine tune 噶嘛。咁領養的二三事咧，其實好希望咧大家成為我哋一份子咧，就加入我哋呢個大家庭，同我哋一齊咧養寵物嘅。咁以下嘅時間咧，就交俾暖暖媽媽去做一個自我介紹啦。咁暖暖咧，其實喺2022年3月份左右咧，就跟我翻屋企嘅。咁其實喺未養暖暖之前咧，其實我都嘗試過曾經去做領養呢個過程㗎。咁歷時差唔多3個月嘅過程啦。咁但係好可惜，最尾係唔成功嘅。咁所以喺當其時咧，我就喺寵物店嗰度買咗暖暖翻屋企啦。未養暖暖之前啦，咁其實我係從事 B2B 一個本地首飾珠寶品牌啦嘅一個東南亞區嘅業務代表嚟嘅。我經常性要周圍飛啦。咁最高峰嘅時候係每個禮拜都不停咁樣飛緊。每個月淨係得翻幾日喺香港嘅啫。
咁可想而知啦，喺呢個咁樣嘅工作環境底下咧，其實根本上唔容許我可以養動物呢個念頭出現嘅。咁但係喺直至幾年之前啦，咁我屋企人先後咁樣離開咗人世間啦。喺嗰陣時嗰個 moment 嘅時候，我就有一個念頭咧，重新審視到自己，就係我需要將工作同埋我嘅生活人生完全分返開，要令到佢哋 work-life balance。咁亦都喺嗰段時間啦，因為種種嘅原因啦，咁我亦都誘發咗我嘅抑鬱症啦。咁所以我嗰陣時亦都萌生咗要養寵物啦，作為一個陪伴啦，同埋伴我走過一個人生低谷嘅時間。咁由產生飼養暖暖開始啦，咁我係其實用咗2年嘅時間做資料搜集啦，同埋準備啦，說服屋企人嘅。咁我都好想藉住呢個視頻話俾大家聽啦。咁其實我哋係視我哋嘅寵物為我哋一生一世嘅一個陪伴啦，同埋一個屋企人嘅一份子咁去對待嘅。咁所以屋企人嘅支持係對於我哋嚟講，飼養寵物或者領養之前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哋想喺呢度首先同我哋嘅屋企人啦，同埋家人朋友講聲多謝嘅。咁喺呢度啦，我哋送上最熱烈嘅掌聲俾紅豆同埋暖暖嘅婆婆媽媽。咁暖暖其實陪伴咗我走過好多人生嘅低谷啦，喺我患有抑鬱症嘅情況底下，咁時至到今日咧，其實如果我冇咗暖暖喺身邊，我都好難想像究竟我仲可唔可以重新踏入翻社交活動啦，同人接觸啦，再繼續去做一個康復嘅治療啦，亦都更加冇可能可以同阿契媽佢一齊去做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平台咁樣咯。咁喺我哋喺構思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其實一開始已經好順利㗎啦，即係可以揀，即係可以講直情係一拍即合㗎啦。講關於養貓養狗呢一個topic 上邊，咁翻返去我哋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咧，就係咧，究竟一開始嘅時候，點解我哋會有呢個最大嘅分別嘅咧？即係點解一個會養貓，一個會養狗咧？咁我諗最大嘅一個關鍵字就係在於個 walk 字啦。係啊，我真係唔 walk 得㗎。嗰個 walk 唔係 walk 呢個shopping mall 或者去緊呢個 shopping market，而係講緊 walk with the dog per daily，即係我每一日收咗工，我都要抽時間去同隻狗去行街，而我知道呢個散步係冇可能去缺少嘅，對於每一隻狗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核心嘅原因，點解我當其時係選擇養貓貓而唔係養狗？因為喺我嘅工作嘅時候，我每一日基本上都已經日行1萬步㗎啦，因為我經常性要出差啊，係啦，不停要遊走唔同嘅店鋪啦，不停咁樣巡視啦，同埋不同嘅機場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如果我收咗工之後咧，我嘅 me time 我真係唔想仲要去落街去散步，我寧願喺屋企嗰度攤或者休息。所以就最尾都係揀咗養貓貓，係啊。咁我其實喺6、7年之前已經諗養寵物，即係萌生呢個念頭啦。咁當時咧因為居所限制咧，其實我只能夠養貓嘅啫。咁你知香港有呢一方面奇怪嘅規定嘅。冇錯。咁當時其實我已經去到嗰啲領養中心嗰度咧，填晒表，準備去做申請，即係落社做申請，睇晒貓舍嘅環境咁樣噶啦。咁但係最尾刻咧，其實我都止步嘅，就決定專心為養狗去做準備咯。咁契貓都知啦，我為咗養狗呢個準備咧，其實甚至係要去賣咗我當時嘅居所，要更換一個居住環境先可以做得到。係啊，呢個真係一個好高嘅成本嚟㗎。係，不過我係覺得物超所值嘅。冇錯。咁另外啦，有一個身份要話翻俾我哋觀眾聽喎。係，咁其實我哋大家咧係互相大家寵物嘅契媽嚟嘅。咁所以如果有一日咧，大家喺條街度見到我哋或者撞到我哋嘅時候，我哋真係好歡迎大家同我哋打招呼。你哋亦都可以去稱呼我哋做契媽嘅。咁等我哋都知道，如果你哋講咗呢個暗號，就即係代表你有睇過我哋領養的2、3事呢個節目。咁喺開始之前咧，咁我哋其實有2
兩個立場咧，咁想同觀眾朋友咧去分享翻啦，同埋亦都有啲數據想話翻俾大家聽嘅喎。咁第一咧就係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8年嘅貓貓狗狗統計咧，大部分嘅住戶貓狗咧，其實咧主要有兩大來源，係嚟自40% 寵物店去購買啦，35% 咧係親人之間嘅送贈啦。咁我哋亦都好想透過我哋呢個節目咧，去話俾大家聽，其實領養究竟係點樣做嘅咧？領養之前究竟要做啲咩準備嘅咧？咁如果有一日大家都同我哋一樣，其實都有一個想養寵物嘅念頭產生咗嘅話咧，咁我哋都希望各位觀眾係會優先去選擇做領養嘅。如果領養嘅時候真係冇辦法去符合某一啲條件性嘅需求嘅話咧，建議大家先會去揀喺香港政府認可嘅寵物店啦，或者係繁殖場入邊去購買寵物嘅。咁第二啦，作為支持落實呢個動物福利法嘅一份子啦，其實我哋係好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樣咧，都係建立呢個人寵嘅共融社會嘅。咁最近社會上面都發生咗好多熱烈嘅討論啦，可能關於一啲寵物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一啲寵物去使用一啲寵物友善公園嘅時候咧，就聽到好多人嘅討論啦。咁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寵物照顧者咧，其實我哋必須要咧謹慎同埋盡責任地咧去照顧我哋家庭一份子呢一個新嘅寵物成員嘅。我哋咧就喺香港嘅漁農自然護理署官網嗰度咧揾到9個咧人們經常會棄養寵物嘅原因。咁所以咧喺大家開始領養之前咧，其實我哋係想同大家睇清楚呢9個問題，等咧各位觀眾同埋屋企人咧都可以先解答呢9個問題咧。before 你去申請領養嘅。你嘅居所係咪允許飼養寵物嘅呢？全香港有大約40%私人住宅其實都係寵物友善嘅居所。喺買或者租住之前，其實可以聯絡同埋諮詢返本地房地產公司，去揾出呢啲寵物友善嘅居所。自己或者屋企成員會唔會對寵物過敏㗎？如果真係會引起過敏，需要預先諮詢專業嘅醫生提供意見，同埋了解你自己過敏嘅程度。市面上亦都有抗敏嘅藥物或者產品，其實勤力啲幫寵物打理毛髮，亦都可以減少致敏源嘅喎。同寵物分房瞓亦都係有所幫助嘅。會唔會接受到寵物有過激嘅行為呢？俾返寵物足夠嘅關注、關愛同埋照顧，再加上適當嘅服從訓練，可以改善返行為問題。有一啲個案其實需要徵求返獸醫嘅意見，等獸醫去判斷你嘅寵物行為係唔係關於疾病而引成嘅。願唔願意好努力咁樣保持返環境整潔，同埋同你嘅隔離鄰舍作出溝通㗎？寵物係有機會散發異味同埋叫聲過大嘅，呢啲都會造成環境衛生同埋對其他人造成滋擾嘅喎。視乎返寵物嘅類型，我哋需要定期同寵物沖涼，仲有需要幫佢哋清潔佢哋嘅籠舍。我哋有責任提供適當同足夠嘅社交機會俾寵物，藉此減低佢哋嘅行為問題。喺公眾地方，我哋亦都有責任令到寵物受到妥善嘅管束。有冇評估過自己嘅經濟狀況，係咪適合飼養寵物呢？照顧寵物係一生嘅承諾，每年其實都需要花一個固定嘅開支同埋緊急健康預算㗎。寵物嘅食品同埋用品當然價格豐儉由人啦。某一啲寵物用品展或者動物福利機構都會定期舉辦活動，通過呢一啲活動，我哋好大機會咧會獲得一啲好平嘅寵物用品同埋一啲免費嘅寵物食品3鋪嘅。另一方面，寵物嘅獸醫費用可以通過預先購買寵物醫療保險，或者比較唔同獸醫診所嘅費用去作出評估嘅。部分獸醫診所可以使用分期付款去支付返獸醫嘅帳單。自己或者屋企成員會唔會因為年老、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冇辦法繼續照顧寵物㗎？凡事都需要有 Plan B， 你亦都可以同親友商量，了解佢哋可唔可以喺突發嘅情況可以幫忙暫時飼養寵物嘅喎。如果實在冇辦法再飼養寵物，需要盡力咁樣為寵物妥善安排日後嘅生活。你會唔會需要喺外地生活㗎？帶埋寵物一齊搬遷啦，繼續生活。
出口需要遵從返入口國家或者該地方對獸醫衛生證明嘅規定。當然啦，如果需要攜帶寵物出口或者移民，喺計劃行程嘅時候，需要為寵物準備適當嘅出口文件。我哋需要為寵物嘅必經階段做好心理準備同埋妥善照顧㗎噃。當然，當中包括寵物年老、患病同埋死亡。病向淺中醫係最明智嘅。如果觀察到寵物出現咗任何唔正常嘅情況，需要盡快聯絡獸醫作出檢查同埋治療。人生無常，寵物都係一樣。如果意外導致寵物嚴重受傷或者不幸患上絕症，我哋應該盡力確保寵物有舒適嘅環境，作出陪伴同埋關愛支持。如果寵物因為絕症或者受傷，而藥物或者手術係冇辦法緩解佢哋嘅痛苦，可能我哋需要請獸醫幫寵物實施安樂死。你嘅屋企會唔會好快有小朋友出世呢？如果家庭將會有小朋友出世，當然我哋要俾寵物機會同埋時間，等佢適應小朋友出世之後嘅生活啦。小朋友出生之前需要為寵物提供返適當嘅訓練，咁樣寵物好大機會咧可以同初生嬰兒融合相處。譬如我哋盡早播放返嬰兒嘅錄音啦，等寵物提早適應。以上9個問題啦，如果大家都可以好妥善咁樣回答啦，同埋做好晒資料準備嘅話咧，咁我哋就恭喜晒咁多位準爹哋媽咪。跟住落嚟咧，我哋要進行下一個令人心跳加速嘅環節啊！就係我哋首先咧就要揀到一個咧同自己有共同嘅價值觀啦、誠實啦、尊重啦、穩重啦，最緊要嘅就係心意相通啦。契媽，你係講緊另一半啊，即係講緊擇偶條件？唔係，我係講緊呢一個領養中心啊。好啦，咁我哋咧領養的234事咧係1年20集嘅節目單元啦，就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單元入邊，將大家咧由一個寵物嘅新手咧變成一個寵物嘅達人。喺呢個領養的234事入邊咧，可以話到俾大家聽，領養同埋寵物飼養之前咧，我哋需要做啲乜嘢準備嘅喎。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啦，訂閱、分享同埋留意我哋每個星期嘅星期2同星期5寵物的234事呢個節目單元嘅。咁喺 YouTube 上面啦，大家需要咧集中觀看我哋 channel 咧就 OK， 好大機會咧令到我哋獲得呢個營收㗎啦。咁營收嘅20%不扣除成本底下咧，我哋都會捐贈翻俾漁護署嘅17間伙伴同埋福利機構嗰度咧做翻慈善用途嘅。咁我哋亦都喺 Buy Me a Coffee 嗰度咧就登記咗個註冊賬號啦。咁歡迎大家咧支持我哋呢一類型嘅文稿創作嘅。咁嚟緊下一集領養的234事會嚟緊星期5嘅3點鐘準時上架，約定你，下集見，拜拜。